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最近接到不少的民众反映，认为过去农历春节期间，公部门歇几天，路边的停车就优惠几天免费。不过今年却缩短只优惠4天。伫个党团书记长李中琴的号召，包括议员王家珍、蔡淑惠、柯志春、甲蔡玉辉等人上午就联合召开记者会，建议市长比较台北到桃园7天的春节路边停车免费。桃园市他们都停了7天，那新北的部分他们是针对一些商圈，他们有收费，但是其余的部分是全部不收吼。那在我们今天国民党团，我们强烈要求我们黄伟哲市长要7天连假完全不收费啦吼，因为相信说，目前台北的疫情这么的严重，相信我们台南很多的乡亲好朋友会留在我们台南好过这个春节。那也希望说我们市府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台南人一点小确幸啊吼？可以7天都不收费，这样对我们也是一个拿到市长的一个小红包。黄伟哲市长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掌握了很大的一个财政，但是他还是以勤俭持家来维持整个市政的那个财政的运作。但是我们要呼吁黄市长这个不收路边停车费是给市民一个直接的一个福利，而不用花到市政府认可的钱。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我觉得黄伟哲市长应该要在这个年关大家景气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下，希望说黄伟哲市长能够从善如流，把这样的一个小福利留给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市民。咱7天莫收钱，甚至较长些话，等于鼓励较侪人倒来咱的单市，来倒来大，倒来消费。我想，实际上咱收的绝对会超过这7天咱路边停车的钱。我也是建议，国民党强烈建议咱市政府，莫计较小利，爱计较这个大利，鼓励大家倒来团圆。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强调，今年的劳工基本工资对23,800调到24,000块，据有网友口说是有史以来上少的调幅。尤其南部的薪水，长久以来拢是比北部较低。党团建议，希望市长给所有人一个小确幸，春节的停车优惠会用对4天提升到7天的免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